今日同大家介紹一款輕量化同埋便攜性設計嘅電助力單車。大行電助力單車喺輕量化設計方面取得咗顯著嘅突破。就以最新推出嘅 K-Feather 超輕電助力車嚟講，整部車淨重12公斤，呢個重量比起市場上同類型嘅電助力單車輕咗大約30%，大大提高咗便攜性同埋靈活性。呢種輕量化設計主要得益於以下幾個方面嘅創新。首先，大行用咗先進嘅材料技術，好似鋁合金呢啲輕質高強度材料，喺保證車架同時大幅降低咗整部車嘅重量。其次，大行創新咁將電池系統集成到車架結構入面，好似 K-Feather 就用咗高密度隱藏電池設計，咁既保持咗外觀嘅簡潔，又有效降低咗整部車嘅重心，提高咗騎行嘅穩定性。除此之外，大行仲通過優化零部件設計，進一步減輕咗整部車嘅重量，例如用輕量化電機同埋簡化嘅轉動系統等等。呢種輕量化設計對亞洲城市嘅用戶嚟講具有重要價值。喺高密度嘅城市環境入面，用戶經常需要攜帶單車上落樓梯或者乘坐公共交通，而12公斤嘅超輕重量變得更加輕鬆。舉個例，喺香港嘅多層住宅環境入面，居民可以攜帶電助力單車上落樓梯，大大提高咗使用嘅便利性。